各位朋友，你哋好，我係 Clara 李志新師傅。依家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雞狗豬年出世嘅朋友喺明年嘅一啲運程同埋要留意嘅地方。大家不妨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呢條片。雞年出世嘅朋友，明年要維持好嘅人際關係，要多啲同上司同埋同事交流，唔好以個人嘅主觀意見去做決斷，否則喺工作上會遇到好大嘅困難。正在揾工嘅朋友會揾到一份唔錯嘅工，會有發展嘅機會。如果想轉工，明年會係一個好嘅時機。明年對於雞年出世嘅朋友係一個好嘅投資時機，財運旺，只會好好把握呢個機會，相信會有唔錯嘅收穫。所以明年係創業嘅好時機，只要有周密嘅規劃並且積極進行，會有意想不到嘅收穫。但係首先要留意，要虛心聽其他人嘅建議，多啲同人交流，以誠待人，收穫會更加豐厚。學業上你嘅努力會換嚟好嘅成績，考試時要認真作答，千祈唔好鬆懈，成績自然會好。最重要嘅就唔好因為一兩次嘅好成績就自滿，一定要持續努力先至會經常考得好嘅成績。愛情婚姻方面，明年大家嘅關係好好，感情更加融洽，婚姻美滿，戀愛會順利發展，但千祈唔好任性，否則會破壞呢段感情。健康方面要小心腸胃、肺、頭痛等，有機會會有重感冒，但係冇咩大礙嘅。狗年嘅朋友，明年事業運勢會走低，凡事多阻滯，所以明年唔係轉工嘅好時機，亦都唔容易揾到滿意嘅工作。只能騎牛揾馬，等待時機。最重要係充實自己，同埋搞好人際關係，希望可以得到貴人或者前輩嘅幫助。因為明年舉步艱難，好難掌握事情嘅發展，冇辦法只係突破，所以明年不宜創業。唔好執着一定要開創生意，有時以退為進都係一個選擇。等到儲好多啲子彈，做足市場調查，尋求有經驗嘅人士幫手，先至投入會係上策。在職人士需要搞好人際關係，工作會順利一啲。明年投資運欠佳，所以唔好急於投資，要審慎評估，凡事唔好急進，否則會破財。尤其是明年係不利於股票投資嘅。明年考運唔係咁好，自己所做嘅準備亦都唔足夠，再加上心情緊張，導致成績唔好。可以試下放鬆自己嘅心情，調節一下學習嘅習慣，或者成績會有新嘅突破。戀愛同埋婚姻方面唔理想，自己要衡量一下對方係咪咁適合自己，各方面係咪咁投緣。最重要係學會正確判斷同埋取捨。所謂唔能夠強求，但係如果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對方，不妨以退為進，自己適當地去讓步，令對方感受到你嘅誠意，會令感情發展方面比較順利。健康方面要小心肝胃腎方面嘅毛病。豬年出世嘅朋友，明年嘅事業運會比今年稍順，有時可能會因為自己太直率同埋太過強勢，冇顧及其他人嘅感受，亦都太過急功近利，所以變成人際關係同運勢唔好。所以無論自己有幾優越都好，都要腳踏實地，千祈唔好急功近利，急躁行事，避免得罪人。做事成功率會高，運勢不至於太差。對於喺度揾緊工嘅豬年朋友，明年揾工機會唔係好多，所以要靜待時機，提升自己實力，同埋唔好要求太高，咁樣揾工會順利啲。明年不宜開張做生意，主要都係未準備好，所以要留意自己準備功夫係咪做得足夠，然之後先至開業。明年嘅財運平平，同埋容易財來財去，所以做事要穩重，唔好盲目投資先至可以聚財。學業方面，豬年嘅同學們明年嘅成績唔係太理想，雖然好努力，但係因為意志力唔足夠，唔能夠長期堅持落去，所以考試成績時好時壞。喺愛情或者婚姻之中，最重要嘅唔係外貌同埋金錢等外在因素，最重要嘅係兩個人嘅感情。雖然明年同另外一半嘅關係唔係咁順利，只要大家能夠培養好感情，同埋凡事唔好用錢去解決，大家之間嘅問題有望解決嘅。健康方面有機會有急性肺炎、腦嘅毛病，尤其是平時睇落健康嘅豬年朋友，一旦病發可以好嚴重，一定要格外小心。以上係我對雞狗豬年出世嘅朋友嘅一啲分享。如果大家有啲咩問題或者疑問，可以喺呢度或者喺我哋自身嘅 Facebook 留言俾我。下個禮拜我會繼續講2026年嘅家居風水佈局。下個禮拜見，拜拜。